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这是国外媒体独家的报道，讲台湾甲美国当咧谈判，要来购买到美金100亿的武器。也毋过，咱的国防部是低调，无愿意来证实，敢若强调讲会因应着敌情来编列预算。 火箭弹发射现场土粉砰砰音，台湾甲美国所买26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已经到台湾啊。也不过国防部正保密，敢会当透过入米所翕的相片去看到，即马风声讲国军真有可能会阁新买一批海马斯火箭，因为依照路透社报道。 因此，几名知影内情的人士讲法，讲台湾正考虑甲美国买金额达到70亿到100亿美金的武器，希望讲用伫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时阵，赢得多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的支持。这项新台票几千亿的台美军购计划，包括严防顺翼飞弹、海马斯火箭。依照知影内情的人士分析，这个金额应该会超过80亿的美金。 均依敌情威胁，审慎的评估筹获的项目。那相关的重点是建构不对称战力，强化防卫韧性，提升后备战力，以及有效应对灰弹印处。路透社引述匿名人士的说明，本部这边不予评论。 国防部无想要证实，学者分析讲，若是不对等战力的军事武器，应该优先考虑精准弹药，还有防空的升级、指挥甲管制系统，也有反无人机的科技。包括 AGM 系列的长程逆装的反舰飞弹，可以更远的距离阻绝解放军的登陆舰队，还有海马斯的炮兵飞弹，更多弹簧刀无人机，或者是新的这种多用途的无人机。 总统赖清德则发讲，会优先编列特别预算，和国防预算达到国内生产毛额3%以上的目标。即马国防声讲，会开几百亿美金，甲美国买军事武器，这个消息引起国际的关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